这8个账号，给我10分钟。如果有1个账号的数据少于这3个姑娘的总和，我认输。林总，我们这儿是没有数据的。当然有。让一个项目以最正确的方式打开，才能赢。我同意。今天这个论证会，不就是为了得到最好的答案吗？大家可以一起出主意，来帮助谭伟伦，让他做得更好。不，我们应该把项目交给最懂他、最适合他的人。如果林瑞的理解更深，那么这个项目就该交还给中国区。雷亚，亚太区作为一级管理机构，直接做一个项目并不合适。不好意思，林总，我打断一下，我有一个问题，你的 KOL 啊，有5个人所提供的产品，并不是 SW。你说的非常对。只推荐1个品牌的不叫 KOL。以这个演员为例，他推荐的品牌确实有很多种，但是雅宝炫彩口红和万生衣的粉底销量是不是已经超过了你的导购员？这才是 KOL 真正的含义。好，就如你所言，这位演员他推荐的其他品牌销量应该也不会太差吧？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是在帮我们的竞争对手谋福利啊？没错。林蕊，你可以停止你的测试了。我承认你的办法更有效，可是正如孟总所说，我们补贴一群流量主播，但他们却为全部品牌服务，这很荒唐。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而已。什么？举个例子，今天 KOL 带货 SW 和 LND， 明天 KOL 带货 SW 和天翼长安，以此类推，最大的获利者到底是谁呢？当然是 SW。林瑞不愧是发起人，我正式提议，把这个方案交给中国区，交给林瑞来执行。我反对，这个方案不能交给林瑞来执行。老实说，我根本就不信任他们。Sorry，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请讲。我真的搞不懂你在想什么。尊敬的 Daniel 总裁，我知道您正在倾听我们这一场论证会。刚才谭伟伦阐述的其实是我设想的很小的一部分，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还停留在推广促销的浅层面。什么叫浅层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企业，对不对？一个企业做营销推广，有错吗？钉钉 APP 崛起于社区互动的模式，它最大的吸引力来自于无私分享。软文硬广可以在，但是如果连 KOL 都只是致力于推广，那并没有发挥钉钉 APP 最大的优势。那你说，你想怎么发挥所谓的最大优势？把钉钉 APP 打造成中国最大的美妆社交平台，同时占领它。等一下，林，你想好说什么了吗？想好了。好，但我有一个要求，不要透露最终方案，长久留到明年。明年？是的，等到明年换届，等到我跟雷亚决战之前，中国区在你掌控下实施最终计划，这将是我击败雷亚的秘密武器。可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明年和今年比起来，它创造的价值会相差很多倍，甚至是毫无价值的。林，我们的目标是赢，不是吗？如果你不能成为中国区总裁，我不能成为全球总裁，那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理想将无法实现。中国人常说“舍小而求大”，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你是想说，没有牺牲，没有胜利？说得非常对。难道你愿意看像雷亚、孟凡这样的人来掌控 SW？ 记住我的要求，这是我支持你的唯一条件。这个项目最理想的打开方式是入股钉钉，启动 SW 的幕后力量，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做成美妆平台的 No.1。到那个时候 ，SW 中国区所拥有的不仅仅是 SW 这一个品牌，而是所有美妆品牌的销售份额。你说掌握销售平台？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也是最坏的时候最后的时机。所有的美妆 APP 群雄争霸，而我挑选的领航是钉钉，因为它具有最快的成长性，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缺乏发动机，它没有遍布全国的仓储，而我恰恰已经给它准备好了。如果可以成功 ，SW 的利润是我们的，钉钉的利润是我们的。SW 得到的不是一城一池，而是美妆天下。等一下，疯狂的小子，你忘了我们是做化妆品事业的，不是你们中国现在流行的电商。我否决你提出的所有建议。林，我也同意蕾亚的提议。本来我很看好你，但是现在才发现，你的想法太不安分。我刚刚收到丹尼尔总裁发来的一个邮件，应该是有结果了。他认为林睿的想法，非常有创造性。经过商议，决定任命林睿为中国区总裁。哇，中国区总裁。我入行以来，最大的梦想终于在今天此刻实现了。我是站在这个位置上第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感谢 Daniel 总裁，感谢董事会，感谢曾经信任我的阿兰先生。你们终于打破了为中国人设立的这个天花板。只是我今天在走进会场之前做了一个决定，辞职。他说什么？怎么回事？我对 SW 的感情，你们外国人可能不太懂，就像你们对中国人不太懂。中国人不仅仅是劳动力，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他们是可以创造无限未来的最优秀的人。我不是海归，我在总部没有背景，我就是从一个普通的销售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今天拼下了中国区总裁，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让所有在 SW 中国区的员工看到希望。他们如同10年前的我，他们将继续在这里奋斗，而且他们已经看到了为中国人设立的这个天花板在 SW 不复存在了。我林睿能够做得到，你们也能做得到。离开 SW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决定，但是我的心告诉我，我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感谢大家。还没起呢嘛，那他愿意关机跟我有什么关系？
本来就是，你已经辞职了，你自己事情自己解决呗，干嘛非得找他呀？自己那么累，哟，起来了，哎，早上喝奶昔啊。起来了也跟你没有关系，人家辞职了，再说一遍好吗？给人家留点私人空间，给我也留点私人空间。怎么废话那么多呢你？好了，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金小贝，哎，怎么了？啊？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这么丑的照片你贴墙上干嘛？哪里丑了？多可爱啊！我是中国区总裁，虽然我现在已经辞职了，但你不能这么破我功啊，丑死！别说你辞职了，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别死！行，你撕吧，来撕，反正手机里都有。删，我都传给但丁了，在网上呢。你想干嘛？干嘛呀？我告诉你，比起那个 SW 的女强人，你在我心里边永远都是那个墙上的小丫头。哎，你看，头发上有东西呀，这是什么呀？眼不眼熟？林女士，金先生再一次的请求你嫁给他。你不会是打算拒绝我2次吧？我要先去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你真的拒绝了我2次啊？我知道。什么？辞职了？姑啊，刚任命为中国区总裁的同时就辞职了。可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呢，就是想看你要不要去找他，毕竟你们师徒一场，而且同病相怜。什么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吗？你们真的很有缘，连待业都选同一个时候。啊，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哎，等等，问你个事儿啊，你是不是有委托人去欧洲找那个骗子？你是不是又在打探我的消息啊？没有，但起码我们是朋友嘛，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我在那儿也认识一些人。我不想欠你人情。行。啊，还有一件事儿，你需要工作吗？我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不需要。我自己又不是找不到工作。好啊。但如果你真心把我当朋友，就别这么见外嘛。我知道了，先不说了。请坐吧。喝咖啡吧。我家的咖啡可比你请我喝的要好哦。其实阿姨应该少喝一点咖啡，对你的身体会比较好。我是真没想到你会自己一个人来找我，你胆子真的好大。小贝不知道吧？他最近工作太忙了，所以我没告诉他。你有话要跟我说。我今天冒昧来打扰，是希望您跟叔叔可以同意我跟小贝正式交往。那如果不同意呢？我了解您的担心，可是我跟小贝已经相爱了。你是有名的女强人，你今天跟我这么说，是来跟我开战？两个和小贝都是彼此爱着的人，不能开战，因为他会很难受。我希望跟您结盟。可是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跟你结盟呢？我草拟了几份协议。第一，如果我跟小贝
走到了结婚这一步，先去做婚前财产公证。第二，婚后财务独立，我会继续做我的事业。换句话说，金家的钱永远跟我没关系，我的钱也跟小贝没关系。还真不错。我要如果有个大儿子的话，我会重新考虑的。不过小贝不行。我想您觉得不行，最主要的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年纪，这个我跟小贝都没有办法，我们相遇的时候就注定了。第二个是觉得我是个女强人，我以前是，以后也会是，但在小贝面前我不是，因为她比我更强。他比你强？我的儿子我最了解。我跟小贝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常常会提到您跟叔叔。他说，叔叔宠了您一辈子，爱了一辈子，让了一辈子。有时候他觉得叔叔像个妻管严。可是就算在家里是这样的脾气，也没有影响金董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我想小贝之所以这么优秀，就是因为他在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长大。你觉得你这么是能说服我的？我其实没有太大把握，但是我想努力试一下。我想把我的诚恳放在您的面前。我希望我跟小贝的爱情可以得到您跟叔叔的祝福。那如果得不到呢？那我就继续努力，离开他，不在我考虑的范畴之内。那我倒很想知道，你喜欢小贝什么？我是在一个不太好、不太完整的家庭长大的。曾经的我觉得自己可以是个天使，也可以是一个恶魔。直到遇见了金小贝，他给我的温暖让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做一个天使。你这么说，其实挺打动我的。很多人说考虑太多了，感情就不纯粹。但其实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考虑，没有责任、没有担当的感情，这更糟吧？行啊，协议我答应。反正你和小贝以后就是从结婚到离婚，你也拿不走我金家1分钱呢。我的钱金家也拿不走啊。哎呀，你还真好意思。行啊，不就是交往吗？我同意。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都流行试婚，我今天同意你们继续试下去是有原因的。我真的看到小贝变了，他变得成熟了，变得有责任了。虽然我不确定，但是我希望这有你的原因。我也希望有我的原因。谢谢你。喝咖啡吧。哎，干嘛？别动手动脚，我生气呢。戒指呢？什么戒指呢？戒指呢？我生气刚给拽了。你别闹，你快把戒指拿出来。真拽？你又拽了，拽2回了。你第2次拒我了呀？拽哪儿了？屋里。哪个方向？哪儿吧？我怎么知道？干嘛呀？
哎，不是你找戒指干嘛？求婚呐，干什么？啊？脾气怎么这么暴躁啊？地下，一样的。你出去了一趟，你回来就要求婚，你是怎么想的你？快，完了再找戒指。快点！你干嘛去了？我去你家了，我约了你妈。别担心，我们聊得很愉快，真的，都结成同盟了。这么怀疑的看着我干嘛？不信你打电话问他。不是你，你之前不是老问我，干嘛要怕你妈？我不怕她，我谁都不怕。只是可笑的自尊心在作祟吧。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和你家人的关系。那样的话，你夹在中间会特别难受。但是我现在觉得可以了，我准备好了，我觉得我能处理得特别好，不会让你在中间难受的。真的。关键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第一次觉得另一个人的感受比我自己的感受对我更重要。听得懂吗？七七八八吧。那你到底听没听懂啊？大概。那你快点啊，我挺尴尬的，快点啊！闹呢？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我扔下为你披星，把你变剪影。天空的暧昧像油画，很微醺。我踩着河滨歌在广场的中心。林女士啊，这应该是最后一回了吧？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事不过三呐。金先生，最后一次请求你。Daniel， 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Hello。不停忐忑，我的心天平变向哪里？保持距离，反而让我们更加靠近。地球的影，是过三。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了，空。我上次来中国没有见到你，这次见面却更加遗憾。我已经不是你的老板，你也不是我的将军，我们好久没见了。上次实在是抱歉，我家里出了一点事儿，我应该比您更觉得遗憾吧？你应该知道，我来中国是专程的来见你的吧？我还觉得我想错了。您是有什么事情要叮嘱我吗？那我就不兜圈子。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三顾茅庐。我今天就是来表达我的诚意的，专门来请你回到 SW 担任中国区的总裁。Daniel， 我上次在会上说的是我的心里话。我听见了，你在会上提的批评的确都是存在的。你的意思是说，你会保护我，让我放开手脚？不，一个还需要我来保护的人，不值得我的看重。你知道，明年换届，我就要退下去了。
你的方案让我看到了你的才能，而你的辞职演讲让我看到了 SW 的希望。雷亚推崇的所谓内部竞争对公司文化造成很大的伤害，董事会已经将他开除。我希望所有的员工在 SW 得到温暖和归属感。Daniel， 我的职业生涯是从 SW 开始的，我很爱 SW， 所以我不会为了所谓的布局或者是利益纷争伤害公司的利益，伤害我的职业理想，甚至是我的人格。坐上中国区总裁的宝座，一直都是我最大的理想。但是，无休无止的竞争，有形无形的歧视，会让我觉得，就算有一天我当上了亚太区总裁，我不会快乐。Daniel， 时代不一样了，我们想要的是真正的尊重和公平。我坦白地和你说，你回 SW， 问题依然会存在，哪怕是我请回来的你。但是让一切变得更加美好，不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吗？摆在 SW 是怎么会一步一步的成为历史名词的？它不就是因为有你我这样的人，在一代接一代的不懈的努力吗？你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吗？当然了，当然。可是我今天专门来这里找你，不仅是因为你的能力，而是因为我知道，面对困难你是战士，还因为我相信你一样爱 SW。最重要的是，你爱这个行业，让生活更加美丽，这就是你要的职场之路。而 SW 就是你最适合的平台。回来吧，林蕊，回来吧，跟我这个老头子，还有你的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我们在一起加油努力，去把 SW 变得更好。看在我为了你专门飞了10几个小时的份上，就答应我吧，别让我失望。谢谢你对我的信任，Daniel。干嘛？下个月我跟小峰办婚礼，你们两个，爸，想想，不知道以为你俩结婚了。我要参加。参加什么呀？你们俩婚礼啊？你们俩不邀请我吗？我俩是旅行结婚。如果你非要参加的话，我倒是不介意咱们仨一块儿结。我说着玩儿。啊，对了，什么啊？方静推荐我去日本天籁世家，明天有个面试，就在上海。挺好啊，那个牌子一点都不比 SW 差。犹豫啥呢？我想出国留学。什么？你发什么神经啊你？真的？你不知道，我小时候被人贩子拐走过，24小时后把我找到了，我爸妈就跟疯了一样，就吓得要死。从那以后，我就永远不能再离开他们的身边。但是我吧，我就一直想要出国留学，我想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选一个我最爱的专业。比如说艺术类。艺术类啊？我以为你最喜欢的是发型设计呢。这个比较符合你的气质。发型设计不艺术吗？艺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人吧，就要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儿。我以后要是老了，我没有去做我最爱的事情，我肯定会悔恨终生。道理呢是这个道理，你都已经上升到梦想高度了，我还能说啥呢？你自己做决定吧。
但是作为闺蜜，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支持你。不过呀，我觉得明天那个面试你还得去，这万一很合拍呢？再说人家方静一片苦心，你也不能辜负人家呀。你说你要么去留学，要么就出国，反正总归是要走嘛。我们家但丁呢，也要回北京了。以后啊，兄弟是越来越少喽。再想吃小龙虾也不知道约谁。但丁，他要回北京了。订的后天晚上的票。哎，也不知道他今天干嘛了。我本来想跟他一块儿来的，他说没空。喂，你明天回北京啦？最晚的航班。我可能也要出国了。哦。你先说。就是这一走，再见面就很难了。明天一起吃个小龙虾吧。好啊，我也想。临走前再见一面。几点？6点。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晚上6点，这不马上就到了吗？那行，我马上赶过去啊。放心吧，我一身职业装，还踩着高跟鞋，没事嘛。等一下，我6点钟刚好约了别人。你推了呀？人家来的可是副总裁，还等你啊。那行那行，我马上推。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喂，小云。你干嘛呢？不接我电话？警察是抓我呢。警察为什么要抓你啊？一会儿见吧，先慢说。
拿着。什么呀？怎么回事啊？我黑了瑟琳娜的邮箱，找到了贾里克斯的地址，然后就被警察发现了。谁让你帮我办这些东西的？我不要你这东西，永远都是这样，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董小姐跟我说你吃了很大的亏，我气儿不顺。以后你去日本了，我也没什么能帮你的。拿着，留个念想。我也不知道能玩这么大。你还笑？警察抓你，你不是很聪明很厉害吗？你跑什么呀？说好的不见不散啊！听话了。我这人一身臭毛病，你还记得我说话算话吧？找到那个贾里克斯，狠狠地告倒他们。你少了，我就少。对不起，以前没有好好珍惜你，让你伤心了。这次一别，天各一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见你一面。我知道警察发现我的时候，我就这一面。我去自首了。文丁。陪我一起去自首。我算了一下，但丁的拘留期还有3天。这次真的谢谢你帮他了。没事儿，好在情节轻微，虽然非法获取他人讯息，但是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后果，而且主观动机上也算是帮助破案。但还是冤啊！那个贾利克斯，我已经派人在欧洲找到了，所以但丁这纯粹就是多此一举。你又没跟我说你在找他。我也认命了，你就喜欢但丁嘛。等但丁出来了，我们俩一起请你吃饭啊。我朋友来了，我先挂了啊。1年前，误打误撞走进了这栋大楼，然后看到那么多的我们，为了成为职场精英，勇往直前，永不放弃。1年后的我，想法很简单，人生没有标准化，所谓的职场精英，那就是做更美好的自己。没用，中药都喝了几十副了。什么？试管婴儿？那还不至于吧？我还是再看看中医吧。真的？真有那么神？湖北我也飞去啊！快把微信推给我啊！谢了。啊！见鬼了！菜菜不是被放出去做品牌经理了吗？今天林总招助理，你看看这份资料，才寡嘞。
书不读了。我知道未来这一年是你最艰难的一年，等着我给你绣完张小玉奇迹，我再风风光光就过来读书。但愿是奇迹，不是惊吓。你可别小瞧人，除了张小玉奇迹，我们要把中国区做成第1大市场，给总部那些老外看看中国奇迹。第一次面试竟然和考官一起做考，我不会给你特殊照顾的。